宜兰梅花湖附近水头的农田最近碰到真侪粪扫，有地主就去向环保局检举，即马环保局是等个调查。不过宜兰这几冬粪扫还是废土乌白道的问题是真严重。即马县政府是打算讲，明年重要的另外道路会来设智慧围篱来监控。以这样子体积的换算来讲，这里至少有10车以上。 这块东山乡梅花湖水头的农业用地是5仙社土地，叫人倒真侪废弃物。这个废弃物讲冲到水插清，那就是树叶的废弃物。这个应该是有心人士，他把那个铁门破坏掉，他进行进来。5仙是最近想要转来家己的土地种亲像姜这款作物，煞看到树去用破坏，入去看是规山坪的废弃物，人真懊恼。地主袂当种作。 地方嘛忧心，若是落雨会污染水尾梅花湖，即时向环保局报案。这个会影响这个水的破坏啊，那个地下水这个东西渗透下去的话，这个可能就会影响这个水源。我们会依现场是否可以查获个资，或者是周边监视器是否可以调阅到相关的影像来做追查。环保局要对照废弃物的来源，照废清法处罚。若是确认是事业废弃物，偷盗人已经牵涉刑事责任。不过，宜兰最近常常发生这种偷盗废弃物，也是废土的问题。 检方第一个，我查到跨县市的集团在营造还是建造废弃物来宜兰乌白蛋，地方要求县政府赶紧安装电子围篱。所以呢，我是想说赶快建立，然后呢，有外来的土方呢，还是不法的车辆呢，能够有一个监控。县政府已经有编250万的预算，按是明年开始踮喺宜兰安装电子围篱，规划伫县内重要另外道路装6支固定式监视甲车牌辨识系统。 另外，佮买5支移动式的监控系统，嘛随时透过 GPS 定位监控废弃物也是废土的运输车辆，希望会当减少偷盗的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